我哋上次分享過呢個金剛總是讚嘅念經嗰陣時，念嗰陣時點樣我哋諗，點樣我哋觀想，我哋上次我哋已經有分享過噶啦。咁我希望你哋可能有少少有大家有明白過。今日我哋修持，我哋修行嗰陣時，我哋應該點樣去方法，去點樣去觀想都好，我哋點樣去修行呢嘅我哋分享。咁我哋首先我都諗唔到我哋分享咁多人，所以先大家多謝你同埋你好。因為點解我自己好 lazy， 問題咧係我自己嘅廣東話嘅語言，呢個佛法嘅嗰個語言係我比較差啲嘅，所以我哋今次仁波切嘅親戚侄仔佢喺台灣讀書嘅，所以佢每個兩個月之後嚟香港一次攞簽證嘅，所以幫我哋一齊咁樣嘅分享，所以呢個都係好開心嘅一件事。所以我自己係唔係好叻，我今日咁樣講到，你哋去得到有啲價值，你哋得到有啲好特別嘅嘢，你哋得到好似好咩啊？因為我點解我自己識幾多，大家一齊分享，大家一齊嚟學呢個。今日我哋分享嘅目的係呢個，因為我自己知道自己明白嘅嘢，大家一齊分享，大家一齊有少少有明白到利益到，呢個係我好開心，呢個係我嘅一個功德嚟嘅，所以大家要明白。所以呢，先我哋唱呢個金剛總是讚。先我哋念一個藏文音啊，跟住我哋念一個中文音。因為中文音點解咧？我哋有今日講呢個金剛總是讚嘅一個呢個，所以大家我想希望明白。所以先我哋次次都係仁波切都講噶啦，要念金剛總是，我哋要祈求上師，因為我哋先有一個我哋嘅信仰啊。最重要係我哋有信仰同埋虔誠，咁樣先我哋得到一個上師嘅加持，上師嘅一個，所以先我哋祈求上師嚟加持大家一齊。
Hare
아니 다 가상 음악 아주 지당 도제창게 단다 제외게 도제창게 제와 마 도스네 숭당 만라와 망부 파 도스네 숭당 만라와 망부 여규레 이나양 다레 나랑게디 아니 잡제 청구를 묻히기 예마 좀디 시에달라 도스네 겐드남발라 숭디 갑기 아니 대화 충중 대화직 delaya 도스네 소낭여레 나랑 디토네 도스네 파 나랑도 도스네 저돌낭원이스 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就是接着上一次课之后的那个金刚总师七七文的解释。那金刚总师七七文的解释，它有很多不同的解释的方式。那比如说是各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方式。那今天我在这边所解释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的根本上是中国仁波切所注写的一篇那个金刚总师的一个解释。所以我就是按照这个来解释的。那这个解释它来自于哪里呢？就在当时仁波切在那个龙德寺佛学院当堪布的时候，他就是注写了一篇金刚总师的解释。所以我今天就是按照这个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 드네 가상 나랑서 다 지다 샨든 제약이 깝당 아니 도스네 소송은에 냠len 곰림기 깝 이여버래 아니 샨든 제약이 깝대 가승나도 도스네 저도 제차버레스 所以这个金刚总师它的解释的部分，仁波切也分成两个部分。那两个部分里面的第一个部分，所以上次我们所讲的内容，也就是念诵的方式、观想、观修的次第，对不对？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这个部分。那今天就是要解释的就是本教或者是这本金刚总师参修的次第来解释。 디인자 엔 당보다 디니말라 당보 가서 딜라양 디니 대센 숨 스니 도스체네 요레스 所以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禅修次第的部分。那禅修次第的部分，它也有三个部分来解释的，有三个部分。 드네 숨데 간데레스나 당보 담가기 규바데 간데스제네 진랍 챔버레 간제스제네 규바레스 제네 직셰그레스 那我刚刚说的有三种不同的布施来解释嘛。那三种里面，第一个怎样解释呢？第一个就是要讲说的苦觉或者是苦传的那个传承的那个特殊的或者是特别的殊胜的，为什么是非常特别的殊胜的这个部分来解释的。 드네 이바데 체와스나다 규바데 자쳔보 임바 임베 김센데 아니 당문에 문에 나와데다 도스네 시강제네 마도스 무다 슝 그랑게 돈다 도제창 그랑 무 마도스네지 시에버 第二个步骤呢是什么呢？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那个金刚总师的它的主要的部分，也是它的关键的部分。解释的时候，我们之前已经提到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教法。那它为什么是非常殊胜？它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变成殊胜的？有这个部分来解释的。 드네 숨바데 아니 소소게 직 쥐람 당 아니 사 람 덴데기 거네 제 덴데기 덴데당 덴데 몰람 간데스 캡거레 덴데기다 가서 골라스 셰그레스 다 돈다 숨 那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呢？第三个部分，也就是说是修持的时候修持的方式。第二个就是道跟地，有五道跟十地有分成这样嘛。所以之后还有接下来就是发愿，我们怎样发愿这个部分来解释的。 디제상다 당보 되네 도르제 창젠 띠로 나로다 마르바멜라 처제 간보바
뒤숨시에저 꾼켄 까르마빠 세 까르마빠 체지충지 규버제는 대다서도 빨래로 봐 사브란 차지찰랑 아니야 냐메동도 하기 소완데서 까규 라마는 규버제도 남들 진게로 세 치강 구 디는 소외레스 第一个就是我们普觉出生的部分，传承的出生的部分。那传承出生的部分，我们就是这里面有金刚主神、跌落拿罗巴、马巴米拉、法王广播巴、普明三世、偏知伽马巴、四大八手传承持有者、指大持派、具德主巴等，深深道大因得自在，打破该主无比众生故，以助普传上师做其行。持有传承技术七加持，那这九句嘛，就是所以我们这九句的解释。 디낭니 다 당보 뒤숨시에저 꾼켄 까르마바세 디낭라 데네지 요래 이나양 딩상 디낭라 그래 까르마 빠니 감보바레도 말해 되지 로드가 디니 다 나랑조 지단게 상게 꾸숨 요레스다 도제 당아조 당고 도제 창세마 레고로 레드가 랑아조 꾸숨 세게 요레스 那我们就是这里面所解释的，就是第一开始我们金刚总持嘛，所以我们从金刚总持来解释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解释的部分，先要佛的身，佛身，也就是佛，它有三组身体的身。 디니 꾸숨 가릴라게 요레스나 ngo니고 롱제조고 상게 초기 주고 세 꾸숨 요레스 那我们刚刚说是佛有三身嘛，三身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本质的身，第二个就是法身，第三个就是报身。所以我们就是刚刚说的就是本身嘛，对不对？本身还有法身，那本身跟法身它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算在一起。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化身，所以有三身嘛。 那个本身跟法身算在一起，那之后就是报身还有化身三个身。이 제상 상예 오니기 꾸디 지단게 둘잘라 셈젠라 남기요 말에 상예 오니기 꾸디 셈젠기 던 제기요 말에 가레세나 상예 오니기 꾸디 되네 빵도 그 연날라 때는 토와 인도 값소 상예기 다 지단게 상예기 가르스나 갈라로다 디인장 빵와 푼좀 속바당 떡과 푼좀 속바 이레 중우비기 디니 상제 모니기 꾸디 애니 샘쟁기 변라 낭투구요 말에 디제장 애니 모니구 샘쟁기 변 낭투구요 말에 디제장 애니 샘쟁기 샘쟁기 변라 꾸 가리는 게 어레스나 룽저 조비 꾸당 애니 상제 초기 주비 꾸디 애니 상제 디니 샘쟁기 변라 칠레 장위 체도라 인상기 꾸디니 도스 낭기어레스 세기어레스 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四身里面的第一个就是本身，第二个就是法身，它们算在一起。当我们算在一起之后，那我们利益众生而显现出佛的身的时候，那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亲眼看到或者是亲近到法身跟本身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烦恼遮住了我们的本质，所以我们看不到或者是见不到佛的本身跟法身两种。为了度化众生而显现出不同的身体，比如说是报身跟化身两种而显现，为了度众生而显现出两种不同的。所以说是我们呢没有办法亲眼看到佛的 本身跟法身，所以佛是非常慈悲的。他为了度化众生而显现的是报身跟化身两种。佛他本质有那个法身跟还有本身嘛，那是怎么得到的呢？因为他在修持的过程当中，他有断除一切的烦恼，还有圆满了一切的正悟，所以他得到了那个法身跟 那个本性身的两种，所以那两种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看到。이 제장 되네 롱제 조비고 생제당 상게 초기 두고 생제 이종 바델라양 아니
상계기 가르나요래 세나 아니 둘자 닭과당 둘자 레 닭과당 레 마닭과세 이 책이요레스 所以我们一般的众生分成两种，也就是说是清净的众生跟不清净的众生分成两种之后，所以佛陀为了度化或者是为了度他们而显现出不同的身体，比如说是报身。那报身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度比较清净的众生。那另外一个就是化身。那化身是什么呢？是为了度不清净的众生而显现化身。 대 제장 대 당부 아니 둘자 마다윈고라 상기 꾸 가리난게요레 센디셰기스 所以我们就是一开始要讲的就是佛所显现的，为了度不清净的众生而显现的那个化身这个部分解释这个部分。 둘자 마다윈고라 가리난게요레 세나 상기 초기 뚜위꾸 생엔디 아니 또 세네마 당부 간덴네니 마 포니 아니 룸비네라 용기 홈수 슉 용기 솜수 슉네 룸비네라 꾸총네 되네 두세네다 두세네 되네 제바 중이 두세네 제요레스 데 상계기 아니 두자 레 마다과세네한다 자 왕고 뚫보에세네한다 디 몰라야 두 상계 두스 낭와레스 所以佛陀为了就是不清净的或者是比较纯的众生，为了他们而显现出不同的，比如说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他一开始从天那边降生下来，在那个伦布内那边就是降生在伦布那个地方之后，就是他自己就是行菩提道，最后就是他已经解脱之后传法轮，比如说是在瓦拉那些那边传的那个四圣谛的法，所以这些都是佛为了不清净的众生而显现出不同的化身，就是这样不同的去就是化身出来的。 레체네다 캐랑도 게시 상계기 제바 간데신 제요와 상계기 되네 간데스 도스네 방보 되네 룸 용직 단다 기시반서 용직 홈수 슉네 공기 되네 도스네 자주경네 다 직된로 코로라 닝보민도 삼네 되네 코로이 파 단다 초든 남다 정도로 펩네 코로기 상계 코런게 우다 뚝네 아니 딱 세상마슈나 자와소네 아니 코라 도스네 로주 까와체네 되네 도제된라되네 도스네 장죽심이 중도 되네 원발상계네 아니 최기 콜로 까당부 gembashi cheki kolodi waranasi la kor sarvi chela any kanyi batsengi me bi kolodi any chalgo phone la kor kasumba de teni tanda lekwa number je bi kolodi any khashe gi sena tanda phage thocho pa gi ri tanda dilai sungore segiore khashe gi teni saja shandale sin segiore ine andi saja kawai ngarang tanda ngarang gi ngo sugi me teni 도스네 케바딘도야 비싸자 가와요 단다 때문에 요 말에 세기도 아니 결랑조데 상계기 남달라 야고지 스티로제 슈에 就是简单的来说是我们的佛，他从一开始从那个天生来到了人间的时候，他降生在伦布内的那个地方，降生之后他是一个王子嘛，就是担成了父亲的那个责任。之后他就是看到这个世界里面就是一切的痛苦，而就是觉得世界里面的世界的法，所有的世界的法就是短暂的，它没有什么快乐的，所以他看到这个之后，他真正的发生了处理心。当他真正的发起有这样的处理心之后，他到一个地方去，比如说他就是那个剪他自己的头发，我们就是不用中众的话来讲是，比如说是他已经出家之后，他就是在菩提盖的那边旁边，他就是苦修了6年，苦修在那边之后，他到了那个菩提树下，到了菩提树下之后，他真正的证悟了佛的解脱，证悟解脱之后，他为了度众生而转法轮。那转法轮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是在瓦拉那西那边就是转了四圣谛的法第一次。
第二个呢，就是说是领袖生那边讲的内容，主要的内容就是空性的部分。那第三个的地方所讲法的地方，就是有很多的大成就者有不同的说法。那有些人就说是印度的南方，有些人说是永巴境，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所以大家就是多看一些佛的那个故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出生在什么地方，讲访问的是在哪里，就是所以大家多花一点时间去自己可以去参考一下。되네 다 상기 초기 주비고 생데 되네지라 낭바레 아니 다 숨바데 룽조 쪽비고 지당데 당보 쳐고 되네 롱고 되네 주고 셰거야데 인나양 아니 나랑 지킨도 하고 레하그레 섬네 당보네 주고데 당보 쳐고도 쉬니 아니 주고데 셰거 금산데 네이스 所以接下来就是要讲的就是我们的报身佛。之前我解释了那个化身，那一般我们按照或者顺序来说，是一开始要法身、报身还有化身，有这样的一个次第。但是今天我一开始解释的就是化身，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如果了解化身的这个部分的之后，那报身跟法身的了解也是比较简单一些，所以我先讲那个化身的部分啊，接下来就是要讲的就是报身的部分。对呢。다 롱저 쪽비고 세 아니 롱저 쪽비고 생인데 팔체 나랑도 세네 세드가 상게 아니 다 롱저 쪽비고디 둘자 타고 몰라 낭바레스 다 이슈바레 아니 둘자 타고 몰라 술라 난게어레스나 아니 장주 선반남라 도 세네 난게어레스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是报身佛是为了亲近的那个众生度那些而显现出的嘛。되네 데인들 갑솔라 아니 롱저 쪽비고 라양 데가스 되네 맹직고 된데서 전에 근데 레베스나 마레 롱저 쪽비고디 장주 선반남라 난게어레 되네 낭위 금센 낭위 거바데 아니 롱저 쪽비고 고 예방안데 요레스 所以我们所说的那个报身佛，那报身佛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是名称而已的。我们刚刚说是那是为了度亲近的众生而显现出报身佛，那时候我们就是认为是啊，那我们肯定看不到报身佛，它是不是真的，我们也不知道，有这样的疑惑。那这个不可以，就是不需要这样的疑惑，因为呢，那个所讲的所说的那个报身佛，它就是为了度那个菩萨，那些菩萨就是一地到十地的菩萨，为了度化那些而显现出来的。那为什么说是他是为了度亲近的众生呢？因为那个报身佛它本质是什么呢？它本质是一种我们一般都说是无决定的，也就是说是报身佛它具有5种决定的不变的，有一种特色的功能或者是特色的那个功德，所以它就是说是为了度亲近的众生而显现出报身佛，有这样的一种说法。예방안데 세대가 가르쳐서나 아니 내게봐 아니 코르게봐 아니 뒤게봐 아니 꾸게봐 아니 최게봐 등아들레스 那我们刚刚说是报身佛它的本质或者是本性是什么呢？就是有无决定的或者是5种不变的，对不对？那个无决定的或者是5种不变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它的处所生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地方。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身，也就是说是身体。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眷属，也就是说是他的弟子。那第4个是什么呢？第4个就是法，所讲出来的法，所开始的法。那第5个是什么呢？时间。所以这5种是决定的、不变的、没有变化的，所以它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本性或者是本质的。아니 당보다 꾸게봐 당보다 내게봐 이서와 당보 내게봐데 내 가리는 얘기였으나 내 원민 뚜껑이 신감 되게 요레스 되려 난게 요레스 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地方嘛。
对方或者所出生的地方，也就是说所出生的地方。那个我们的报身佛所出生的地方是哪里呢？它就是我们一般都说是究竟的大密缘插头，也就是这边所觉得就是金刚持住地，或者是报身佛住地，有一个地方，就是他出生在那个地方，他出生在那个地方，不会出生在其他的地方，这是第一个地。故业吧，龙就作为故，但是马拉想就送学了。故业吧，龙就作为故，科业吧，讲究先吧，你对业吧，大过云就科了，你缺业吧，太过全部缺下可那，那就缺嘛这些东西。那第二个就是身是决定的。那身是决定的是什么呢？就是好相庄严圆满的报身，也就是说是他的身体有84相根还有32号，所以他是具备这样的一种条件的，这是身的部分。那第二个眷属或者是弟子嘛，决定的是什么呢？那边眷属就是唯有圣者或者是菩提那个菩萨他的眷属。那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法嘛，法那个报身佛所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圣的法，大圣的教法而已，没有小圣的或者是密圣的，只有大圣的法而已。那第五个是什么呢？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永恒的、很长的、长长的、不变的一种很长的时间。所以这就是报身佛的5种决定或者是5种不变的它的功能。龙就作为故生的了，等这个原点有吧，等这个原点等你告诉我，等这个听了原点有吧，这个龙就作为故这个人。所以我们就是具有这样的条件，或者是具有这样的功德的身，叫做报身佛。他故事木着的就是哈国双子。那你们应该知道三身佛吗？3种不同的佛身，知道吗？知道，他都是对那我就认识了，结巴真的在被他怕。那么他修行些都得俺这对样人，对你都是对人看做修行，他大家就是看做哈国吧接着接。所以就是刚刚所讲的部分，就是非常简单的部分。如果我们解释的长一点，或者是比较广一点的话，肯定会需要很长的时间，也需要思考很长的时间。所以今天我就是简单的解释3种身体，3种佛身。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好好的先了解这个部分，先记住这个部分。第7章，원하다 구숨, 원하다 최고 룽구, 쭈구숨, 최고 룽구, 쭈구숨 생인데, 그런 게 뭐 그런 게 공숨 게 뭐데 카가를 왜 쭈구 카가 룽구 카가 디 카가를 왜서나 디 카가 말해. 그런 게 구숨 게 뭐데 뭐 찍으래. 최고 세네요 찍으래. 룽구 세네요 뭐 찍으래. 쭈구 세네요 뭐 찍으래. 이나양 둘지에게 왕게 둘지에게 왕함 둘지에게 몰라야 아니 구숨 독스제네 카가 독스제네 최고 룽구 쭈구 제네 말도스 상계가 독스제네 난게어레스。那我们刚刚所解释的那个3种身佛身，那3种佛身它的本质或者是它的性格是分开的吗？比如说是报身、法身、化身是分开的吗？那我们就是这个从它的本质或者是它的本性上面来讲，这不是分开的，是一样的，它的本质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是另外有一种疑惑，如果是本质是一样，没有分别的话，为什么有3种不同的佛身呢？那这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度化众生而显现出不同的身，所以就是说是为了度众生而显现出不同的身体。那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它的本质是佛身、法身、报身，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它的本质是清净的。第7章다 나랑주 까지우바게 아니 간다 다 도스에는 돈 돼야 돼 도시 창 세는데 룽구기 차제레스
所以我们噶举派也可以说是百教所提醒的、所念诵的那个金刚总师的提醒文的第一个金刚总师跌落那所，就是金刚总师的时候，他就是报身佛。대제장 지당 주구기 차로 당 룽구기 차로 드니 도스네 망부 도스 송야 예사레 갈세나 카시게 즉다 도기 갑라 줄구 아니 나기 갑라 룽구 생긴다오다 안 도스네 망부지 근데 세균 예사레 드니 이내양다 나랑서 즉 상계기 까이네다 가리네라 까밥 생긴데 까밥 생긴데 요레스 까밥시 지당기 까밥시 생긴데 요레스 那我们噶举派所就是那个金刚总师的时候，第一个金刚总师把它就是当作是那个报身佛。那有些可能会说是它是化身的，所以有不同的说法。那些不同的说法，为什么有这样不同的说法呢？因为我们有显教跟密教分成两种的时候，那显教的时候有不同的说法，密教的时候有不同的说法，所以有这样不同的说法的时候，把金刚总师跌落哪入的时候，那个金刚总师他有时候是有些人可能会说是他是报身佛，有些人可能会说是他是化身，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说法。드네 가랑소 단다 지당기 단다 까밥시 생에 요레스 까밥 가르세나 잉마당 지당시에나 겔루당 사제니라 셰비 까밥 아니 가규당 잉문이라 두배 까밥 세텐데 까밥 상계기 때문에 까밥시 요레스 所以佛所传下来的法就是有不同的教派嘛，比如说是百教、黄教、红教、化教，有4种教派。那自助教派里面，他所修持的或者所学习的部分也不同的，比如说是萨迦派跟尼玛派，也就是说化教或黄教，他们就是比如说是，也就是说是传授的那个部分，传授的教派。那百教呢，也就是说是实修的教派，就是实修的教派。那我们就是教派有4种嘛，萨迦、噶举、给卢、尼玛，也就是说是百教。百教是什么呢？噶举派。那红教就是尼玛。那噶举跟尼玛就是实修的部分，实修的教派。那另外2个，也就是说是萨迦跟给路，也就是说是法教跟黄教，他们就是比较强调的就是念诵的方式或者是讲解的部分教派，所以有这样不同的教派。네 제장 아니 나랑도 가규 발라 두배기 까밥레스 所以就是我们百教或者是噶举派就是什么呢？什么教派呢？也就是实修的教派，修持实修的教派。이네 두배 까밥레스는 강가에 하마고발라 데 가서고 하마고발라 데네세 두와장장 잡되나 되게 말레스 所以我们噶举派虽然是一种实修的教派，那实修的教派如果是实修的教派，我们不需要学习或者是不需要看书吗？不是的。我们虽然是实修的教派，那我们也应该要先好好的学习，学习之后才实修或者是禅修嘛。如果没有学习，只要就是坐在那边就是光想空的，或者是想其他的话，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대제장 나랑조게 규바 되니 도제창니 말라 도스제네 규바레 아니 도제창 다지 라와나시 도제창 데 아니 돌자 당고기 몰라 마도 아니 나랑조라 난기 마레베 세나 덴데 마레스 가레세나 아니 두젠틸로바 미기 죽라 아니 도제창니 가추슈 도제창기 되니 까밥 차상 공기 독세는 슈바레스 所以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金刚总师，也就是这样的情境的传承。现在我们所讲的法都是从金刚总师那边传承下来的。那边传承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肯定会有一种疑惑嘛。有什么样的疑惑呢？我们刚刚说是金刚总师，他的眷属或者是他所讲开示的对象是什么呢？佛跟菩萨嘛，对不对？那如果是佛跟菩萨的话，我们就是反复的人肯定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办法亲近到那个金刚总师呢，这并不是的。那我们第二个就是跌落巴嘛，跌落巴一开始他是一个反复的人，他是跟我们一样的，
但是他修持金刚总师，修持的时候，他亲眼看到、亲近到金刚总师的。所以说是我们如果好好的修持、好好的努力的话，可以有机会见到金刚总师的。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就像我们现在已经得到暇满的人生，如果我们好好的利用这个暇满的人生的话，好好的修持佛法，那可能会有可以见到金刚总师的。所以因此说是我们反复的人，如果努力的话，可以亲近到金刚总师的。아니 까밥 시대 가르스나 차게 첨부 까밥 아니 뚜무기 까밥 월살기 까밥 아니 가서 레암 상계기 친내기 까밥 된데 시 된데 요레스 所以我们高举派它也可以分成很多种的，比如说是我们一般简单的来说是分成4种的。那第一个就是实修那个大手印的修持的一种教派，那第二个就是纳入六法的第3个，应该是第3个。那还有第2个就是明光的教派，第4个就是有一种佛行事业的一种教派，事业的教派。所以我们噶举派里面也可以分成4种教派的不同的。이 제상 된대기 되네 가랑돌아야 단다 도제 되네 된대기 규바 쌍마 규바 제다 되네 된대기 되네 가랑돌아야 도신 규바 마체바 되네 요레스다 대가나 디제장 애니 도제 창네 애니 딜로바 주무레스 도제 창 딜로바기 도제 창기 연대 도제창기다 가서 요바 애니 딜로바기 도스제네 마 슈바레스 所以因此可以说是我们就是有一个亲近的非常亲近的一种传承。那我们怎么知道是一个非常亲近的传承呢？就是我们从金刚总师传承到什么呢？传承到德罗巴，那就是从这样的传承下来的，不断的传承下来。所以说是我们高就派，也可以说是我们有一种非常亲近的教那个传承的。제상 딜로바양 그런 지금 예마 가서 지금 미주마 애니 도스제네 가랑도 낭싱지기 가랑도 낭싱 미델레지기 되는 그런 가서 그런 도스제네 쉐라야 죽네 랍 되네 당부 도스제네다 그런 도스제네 랍도 중네 되니 가서 도스제네 되니 냠렌낭 네더니 도제창 제네데 도제창에 도스다 유시원한지 찾아 되니 딜로바게 도스 제니 딜로바야 도스네 모두 이바레스 所以我们第2个就是我们德罗巴嘛，对不对？多杰群经德罗纳鲁金刚总是德罗纳罗巴，第2个就是德罗巴。那德罗巴他也是一个大成就者，印度的大成就者。那他一开始不是一个大成就者，一开始是就像我们一样刚刚所说的嘛，他是一个反复的人。之后他就是了解他暇满的人生，得到暇满的人生之后，利用这个暇满的人生修持佛法之后，真正的证悟或者是真正的成就，真正的证悟成就之后，他从金刚总师那边所有的法就是领受到德罗巴。也就是说是金刚总师的所有的佛性事业，那个德罗巴有相同的。이제 저한테는 나랑 게 뒤뒤지인스 아니 계시 결랑도 제바 양 딜로바 칸데스 나 도제상라야 칸데스 슈두 칸데스 대바 제두 칸데스 콩기추 깔레 겸는 슈두 딜로바기 넘다는 결랑 시로체스 所以这个我刚刚所说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部分，就是德罗巴从那个金刚总师所传下来的那个传承的部分。你们如果想真正的了解，真正的想知道这个部分的话，那你们应该要看那个德罗巴的传记或者是他的故事。对呢。第제라 아니 나로바 중보레스。那第3个是什么呢？就是金刚总师德罗拿罗嘛。第3个就是拿罗巴。 아니 나로바양 다가 낭싱 그때네 딜로 당고 도체네 미 주만이 도체네 나로발라테네 도체 라마테 나로바기 담가 찾아 도부슈 되니 나로바기 되니 코랑 딜로발라야
간데스 대바제도 간데스 무구제바 근데 망부 요아레스 내가 너 생기 되니 딜로바기 아니 나로발라 직최 우수 독스제네 때요 말에 아니 다기 왕 생각나와라 다기 최 생각나와라 근데 다당 왔담 찍게 되니 코랑도 독스제네 툭라야 또도게 근데 중화레스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拿若巴嘛，拿若巴也就是我们跌落巴的弟子。拿若巴虽然是跌落巴的弟子，他在那个拿若巴的前方，真正的没有亲自得到什么苦觉苦川的。那些苦觉苦川怎么得到的呢？也就是依靠象征的或者灌顶，象征的灌顶，也就是一种象征的方式来得到的。也没有就像不是像现在一样，就是跌落巴所谓的传承跌落巴的，不是这样的，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就是给予他，给了他。那个部分就是一开始拿若巴在跌落巴的，就是没有亲自看到跌落巴，他就是苦修的实修的时候，用24种苦修的形式，最后真正的亲眼看到那个跌落巴。那个方式，那些时候虽然他真正的没有看到跌落巴，但是跌落巴在他的前方，因为他没有看到，因为他有很多的烦恼，所以没有看到，所以有很多的其他的方式来度那个跌落巴。所以跌落巴的所有的那种传承传给拿若巴的。那相同的，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应该看一下那个拿若巴的那个传记。이 제장 아니 나로바 뱀메시기 내가 바가 말에 내가 뱀메시기 케베기 왕보 가르세나 아니 야가라 날렌드라 야가라 날렌드라 쳔보 되니 시에데기 장고 숭행기 다 콜로 가르스 장고 숭행기 숭 장고 고숭세 민다고 김전 가르스 게 야가라 아니 모디과 망보 되니 도스제네 낭발라야 낭발라 마가네 아니 저바 야가 용료레스 디제장 디능니 빼자 야가 뺀디다 첨보 든도 아니 고시 샬롯 농장기 고시가 샤요레스 아니 딜로바데 아니 장고숭엔 다 장고숭엔라야 도스네 슈바레스 所以我们 나로바 sorry 所以我们就是说拿若巴他不是一般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有知识的有智慧的，对，一般我们用博学多闻嘛，对不对？非常有学问的人，简单来说是非常有学问的人。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呢？而且他不只是学问的人，他是一个大成就者。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印度那边有2个很有名的佛学院嘛，第一个就是南林迦佛学院，那第二个就是比贾马拉，还有另外。那总之就是拿若巴他就是在南林迦那边，那南林迦那边有很多的弟子，那佛学院的有很多的学生，这里面有最有名的有4位，也就是说是南林迦它有4个方向，有4个门，4个门里面有4个门户，或者是要保护那个门。那为什么要保护或者是要守护这个门呢？因为当初在佛法殊胜的当时，有很多的那个外道的来扰乱佛法，也可以说是垂灭佛教。那时候有很多外道的大知识有知识的人来到南林迦那边，所以南林迦的很有学问的4个人就是当在东南西北4面来挡住他们。那用什么样的方式呢？用一些辩论的辩经的方式来挡住他们。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出来，拿若巴他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是非常有学问的人。이제상 덴데제네데니 코라야 도스모조탑 디제라 아니 마르와 로자와 종와레스 마르와 로자와레 코랑 데니 김바기 코랑 김바기 류라 아니 도스제네 야가라 데니 도스제네 베니 야가라 탱니 탱숨 팹니 아니 나로바 라마 조 템비게 아니 라마 망부징니 도스제네 아니 나라도 단다 기대 게 딘도 쉬네 또 개바더제 딜하 디젠 디게 되니 마임베게 되니 샹다 기도 차다 또 야가니 도스네 마르바기 코랑기 깔레 잠니 에니 보열람 도스 되니 슈바네스 所以第4个就是马尔巴大医师。那马尔巴大医师呢，他就是当初在那个拿若巴的前方领受的很多的苦觉或者是苦传。那我们就是先谈一谈马尔巴大医师。马尔巴大医师他是一个在家的人，他是一个
他所显现的就是在家人的。他当初在西藏到印度去了3次，那为什么他去3次呢？也就是为了佛法而去的嘛，对不对？他从西藏到印度，印度那边有很多的大成就者，也有很多的有学问的人，他在他们的前方领受了很多不同的苦觉、苦传，那些都是带到西藏，带到西藏之后就西藏那边传承下去。所以他就是那边最主要的，他的上师或者是他的根本最主要的上师是什么呢？是谁呢？也就是那个那若巴。所以马尔巴在那若巴的前方领受的很多的，也就是说是金刚种子传承到迭洛巴，迭洛巴传承到那若巴，那若巴的所有的苦觉苦传传承给马尔巴，所以所有的苦传苦觉都带到哪里？带到西藏。이 제장 디디갑라 단단하신 남루 코리아 모터도야 아니 근데 릴린도야 근데 요마레스 버니 자가르 파르도라 아니 강바투니 랑갈라 데니 둘기 직바 젠생기 직바 추기 직바 근데 그 직위게 나라 아니 꿀레 데레스 껴니 자가르 팬네 근데 그 꿀레 껴바레스 마르바 所以当时我们马尔巴的年代，或者是他的年代的，就现在思考他的年代的时候，那年代肯定没有飞机，也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那他怎么走的呢？从西藏到印度，只要靠他的2条腿，就是过去那边之后，就是所有的那个苦觉苦传或者是经典带到西藏。那不只是这样的，那时候路也是不是那么好，那个当时会路有非常不好，非常有危险性的。那有什么危险性的呢？那时候有很多的那个老虎啊，或者是有一些猛烈的动物，还有一些斗士，还有过山也要过海，有很多的苦难，所以他就是努力为了佛法而就是去很远的地方带到那边去。所以我们就是想象那个年代的时候是他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也花了很多的力量劳力，而把所有的传承就是带到西藏来的。所以我们就是好好的思考它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利用这些好好的修持佛法。这上，呢，马话，这是搞来讲呢，啊，呀，不了拍呢，any马话给罗麦给tuam any罗麦给做到我的，any米勒巴冲巴的，这当罗麦忙过有久了的，因为林行呢，他役修他做到。所以马尔巴大意是他就是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也苦修，而把所有的传承带到西藏之后，他就是开始传承下去。那当时传承下去的时候，他肯定有很多的弟子嘛。那很多的弟子里面，把所有的那些苦传给谁呢？就是米拉热巴大意师米拉热巴。那米拉热巴传承米拉热巴的时候，他把所有的那个印度那边所得到的所有的苦传都传承给米拉热巴。이 제장 저랑도 밀라레백이 가시 남다 승용의 유교래 아니 밀라레바 코라야 당부 거기 내가 가르쳐래 거기 내가 미망부 세래 코랑기 드니 내가 빼 잡첨보 뚝자 제월래 예나야 아니 거 단다 별 강전기 중라 채직 류직라 아니 상 영엔디 아니 밀라레바 중발에 所以我们就是之后就是米拉热巴宗旨。那米拉热巴的宗旨的话，大家肯定会有看过米拉热巴宗旨的那个影片嘛。那里面我们看到米拉热巴他的一生的过程当中，他是什么样的人，最后怎么得到的成就，利用他的一生得到成就这部分的话，那就是想一下，我们就是一开始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有钱的家里的儿子长子，之后爸爸往生之后，那他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之后他用很多的方式去报仇，之后他就是透过修持佛法，也就是说是透过马尔巴大意师所传下来的那些法，最后他得到了佛的果位，也就是说是他就是得到了大成就者。근데 그때 가서 결혼서 양 로지 망서 하고 거기나 소소소소소소게 남다르 요레스 남다르나라 야고 시스 문에 셈라 문에 남 소소게 다 지단게 소소라야 나르겔당 소소라야 지 대바당 무규당
等你说说了呀，就缺了些啦，以前没有等这个米，这样子等这有为呢，那么那么的西国人。所以我刚刚所说的那个金刚总师到弥勒日巴从到这边，它有每一个都有每一个不同的那个故事或者是传记。那如果你们就是想了解的话，就是多看一些书，或者是多看一些影片。我们一般都说是，如果我们可以说是我们人肯定会有傲慢，或者是高傲、自傲，有这样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我们修持佛法那些都是障碍嘛。那有时候我们很想修持佛法，但是我们虔诚的心跟那个清净的心不够，信心那些都不够。那为了增长这些，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应该多看一些过去的大成就者或者是佛陀他们的那个故事。简单来说故事就是多看一些故事，也多看一些他们的那个影片的时候，那我们真正的心里就是会升起一种虔诚的心，会升起信心。而有这样之后，那我们的就是自相续，或者是我们心里所有的那些贪嗔痴或者是傲慢，那些都是会减少。那减少之后，那我们修持佛法的就是一种非常顺的，也可以说是这是一种顺缘嘛，就是很想修持佛法，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念头。那些来自于哪的？就是我们好好的念诵，或者是好好的读那些他们的故事之后，会有这样的心。那之后就是第六个嘛，对不对？第六个就是冈波巴，法王冈波巴。冈波巴yang Chitang yama korang kaso soso kebu ki khanla ani ngudu thoba res karasena korang yama mija re korang yama member re tini yina yang namdar nala de dende yore chendu pe nyobu yasar ani gambo basa ngade pe mesi ki namba zemo yores pe mesi namba zebo yores ani namba zebo yesa ani korang ki keme de ani dusene naza ki dusene thongdo cheyore thongdo chetikala ani केमेगी केमे데 पे मिसे नाजागी ता पे मिसे आर मातेने तेने दूसरे केमे데 शिरो जगह मरे यानी कंबोबागी क्यों गाजेने ते माटोंग बारे क्यों गाजेने ता ते खोरवा यूं ने मांडोरे सदेगा ते nga dona nga shina क्यों केमे शांदाजी लोंगरे सांबेगी तेने nga दिसंबर दो सेने यानी दूसरे केमेगी लाभदु गाला यानी कंबोबा कोरांग पे मिसे ता chöla 이제게는 가서 되니까 걸어와라 님보매봐 두스 캔네 아니 감보바 두스네 되니제네 아니 감보바 두스네 가서 감보바니 돌아가랑도 두스네 주무래那rap중기 때法王冈波巴他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医生，所以今天看来大家觉得很累的样子，所以我这边讲一个笑话嘛，也可以说是冈波巴他长得很帅所以当初在他的家乡或者是他的故乡有一种传染病之后，那边有很多的家乡的人都是往生之后，那个传染病传到他的妻子的时候，他妻子就是没办法断气，或者没办法往生，没办法走。那冈波巴大医师就是觉得冈波巴医生他觉得为什么他没办法往生，或者是没办法走呢？那就是他当下就问你为什么没办法断气，或者是你还在执着什么呢？当时他的妻子跟他说，因为你长得很帅，如果你往生之后，那你肯定会娶另外一个妻子，所以我担心这个部分没办法断气，所以我就是执着这个部分。얘는 그나 잡아서 그게스 너 잡아서는 나 저불러 대사레스 所以那这个就是他的妻子就是有一种希望或者是期待，那跟他说是要么你就是把剩下来的那个人生应该要花在修持佛法，那花在修持佛法的话也不够，你应该要出家，如果你出家我才可以安心往生的，不然我就是没办法安心。当冈波巴医生听到这个时候，他心里就是真的，他就是听他妻子的话，他就是那时候开始就出家。근데 쟤네들이 감보바들이 미 케바 리빙네 나라 케바 차네 아니 감보바니 아니 그단다 안가라서
tu sene kambopa ne ani ta tu sene karma pa kajupa che si chung ge sene kambopa ni ma jubares 所以之后那冈波巴就是当出家，出家之后用功修持佛法，那用功修持佛法花很多的时间，最后他得到了成就。得到成就之后，他把所谓的那个传承传下去的时候，冈波巴那儿分了4大8小那个噶举派不同的12种，4大8小从冈波巴大师那边传承下来的不同的分出来。理解上呢，都是呢，他这个句切西chung ge 차상 레레 쟤는都是呢，可能卡里干的因吧，许那呢，就是变国色嘞，아니 다 감바바의 남다라서 과 까지 체시 중 계기 남 대기 로기 디 아니 계랑도 남다랑데 와 시로체스 아니 나랑기 단다도 세네도 규당디 마도 슈비스 那如果我今天从这边解释4大8小或者是冈波巴大意那个冈波巴大师的那个故事的话，那肯定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时间不够。那所以大家想了解这部分的话，应该看一些冈波巴大师他的故事，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些噶举传承的那些例子，也可以同时可以看那个4大8小的部分，就是可以多花一点时间。那今天我这边所讲的大概的内容就是传承的部分，所以传承的部分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就是谈到那个4大8小的部分，就是直接传承下来，怎样传承下来的，就是谈到这个部分的。이제장 아니 단다 ngaran도 khajun da chik peja kaso nangla kharasena ene pena ta pa jeba torche musu mi susu chomba marwa loz marba ani kangjong tanda pelo drubegi ani drubegi dalboam drubegi wangbo ani mila sheba torche ani sangye chomden degi ani lung temba sangye chomden degi lung tembegi ani nyame takborim boche kurang di susu chungbares 아니 야메 다보는 것에 간데서 이제 롱텐 여바데니 가상 가생 두스인 슈임바로 다 슈레 슈임바로 가생 가도디 촉도 슈이스 所以我们一般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第一个就是我们马尔巴大医师嘛，那马尔巴大医师他是什么样子呢？他就是喜金刚或者是吉祥金刚的化身人性的，也就是说金土两种预言的马尔巴大医师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第二个就是米拉日巴宗者，那米拉日巴的宗者，他的有学称成就之王米拉日巴米拉谢巴多杰。那第三个就是冈波巴，那冈波巴就有那个佛陀所述记的5比1生呢述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有佛所述记的冈波巴。那数字的这个部分，我应该上次应该有讲过这个部分，有没有？有是不是？有没有？应该有，应该没有吧？数记没有吗？这当的呢，강보바 아니 상계 좀 된데기 아니 도팅인진 결보 도스에는 숭배 깝라 아니 데 마옹발라 아니 상계기 템바 도팅인진 결보 벨겐 수용거래 세드갑라 아니 gelong 소시에 말해 gelong 소시에 생은디 아니 도시네 야랑네 도팅인진 결보디 아니 녜기 벨기 시에네 도시네 상계 좀 된데기 코로나 랑기 꿈드니 도시 켈렌체니 도시에베기 도시 제니 아니 상계기 도시 롱낭교레 내가 봐가 말해 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冈波巴大意思就是那个佛陀所述记的嘛。那怎么述记的呢？当初佛在那个应该是灵鹫山那边讲三摩地王的时候，当时有很多的比丘，有500个比丘在一起。那同时有冈波巴大意师所化身的那个在那边，当初在那边，就是佛把那个三摩地王的讲完之后，那佛问众生，那将来谁会把那个佛法传下去？谁来可以担任这个部分？当时冈波巴他站起来，把法衣放在他的肩膀上面，之后就是顶礼之后，他就是跟在500位那个菩萨的前方，在佛的前方说：将来、未来或者未来，把那个三摩地的内容或者是三摩地的部分，我来传下去。
之后同时那个500个弟子都就是赞扬他，赞成他。之后他就是过了500年，过了就是很长时间之后，那就是有冈波巴那个医生，他就是当初在佛陀的面前所承诺的、所发愿的那位那个比丘。那个比丘他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初世，他就叫给弄初世，就是比丘初世。所以他化身为冈波巴大医师，冈波巴之后，所以就是在冈波巴在弥勒日巴宗旨的前方领受的那个大手印跟大圆满的苦觉之后，他到叫那个冈波热的地方去修持。当他去冈波热的时候，没有连一个弟子都没有。当时他就是觉得，如果我在这边就是传授这个法教，不如我在这边闭关12年好。就是有这样的疑惑的时候，他在当天晚上，他从洪西姆的那边得到了一种教授，就是你在这边苦修12年，不如你就是传这个传法比较好。就是这样之后，隔天有一个弟子来，就是陆陆续续的来了很多的弟子。那之后把那个三摩地王的那些意义传给他们，之后他有500个大成就者，还有800个其他的那个修持的。那个500位大成就者是哪里的？就是当初在佛的前方，就是跟给弄那个比丘出席一起的那些比丘，所以同时他们在一起，所以就说是这是佛所受记的部分。다 감보바니 디 가주기 다 가주 용기 다 찜에라고 저기 차기요래 아니 가주 용기 찜에 딘주기 아니 로마 간디스는 규바 말라 차와래 세나 안 당보 다디 로마 망부 다 야다 동다 여베 나네 아니 로메기 조 아니 발된 두숨 켐바 또 세네 아니 발된 두숨 켐바네 나랑도 단다 카르마 까지이나 아니 발된 두숨 켐바네 단다 군딩 축든 바르돌라 아니 규바 마셔바제는 단다 요래 나랑도 규바 장마 장장 所以这个传承的部分，那我们就是有马巴、米拉、冈波巴有3位嘛。那这3位所有的噶举派别的共同的祖师，也就是成为共同的祖师。那从他们之后到弥勒冈波巴开始，那有分成4大8小的部分。那4大8小的部分，那各有各派的传承下来的。那我们就是现在可以说出我们是噶玛刚宗的，也就是大宝法王所传下来的嘛。所以这样所传下来的就是第一是大宝法王偏真那个大宝法王，就是从那边一直传到现在第17世大宝法王为止，就是这有的就是金刚总师那边所传下来的那个法，一直到现在为止都存在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是我们是噶举派嘛，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清净的非常殊胜的那个传承。所以这样的教派它的名称是什么呢？它叫冈聪噶举。那第二个就是有噶举4大嘛，4大里面第二个就是达波噶举。那达波噶举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殊胜的主七宁波大师所传下来的那个达波噶举。아니 디제라 아니 바람 ධර්ම 왕주 생엔 중바레 로마토 로메토 바람 ධර්ම 왕주레 마 규교텔라야 아니 바람 까지 세타 중바레스 那第3个就是巴隆噶举。那巴隆噶举它的传承是那个巴隆达玛文处的一个大师从那边传承下来的，叫做巴隆噶举。 아니 디제라 아니 팍주 도제 갈보 어세게 팍주 도제 갈보레 아니 팍주까지 도스마 규바레 중바레스 第4个就是跑珠噶举。跑珠噶举就是怎样传承下来的呢？就是跑珠夺界加波的有一位大师从那边传承下来的，叫做跑珠噶举。所以딜라 카르세나 까지 체시 슬라그레스 所以这4种叫做4大。 아니 다 디제라 아니 동군 파모 주발레 마 규바데
아니 제공까지 당론까지 니레스 所以第二个就是那刚刚就是四大八小属四大嘛，那接下来就是八小。那八小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直空泡沫直巴，泡沫直巴那边所分支的有两种，直空嘎就跟当龙嘎就有两种。 아니 디젤라 아니 얌롱까지 당 숙셉까지 니 정말레스 第二个就是刚刚那个第二个嘛，那三个四个叫做第三个就是主巴嘎就，第三个就是洋葱嘎就， 니 시와데 숙셉까지 第四个就是原色嘎就， 나와데 마르바까지 第五个就是马巴嘎就， tuk바데 옐바까지 第六个就是哑巴嘎就， 듬바데 초보까지 第七个就是初波嘎就， 제바데 링바까지 링레 링인사레 第八个就是人类嘎就。 디 데니 까지 충게 데니신 되기요레스 这就是八小嘎就的八小。 덴데기 아니 규바 짱마 젠랍 쳔보 규바 덴데기 짐바낭 케루 남게 까르만낭 싱직 도스제네 잠블링데라 점바레스 베라야도 점바레스 所以说是具有这样的那个传承的大师或者是成就者，他们是非常多的，不只是这些有非常多的。那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是，比如说是天空有很多的繁星，就像那样有很多的大成就者。 데니 디 나네 데니 케바르도 아니 껴와 직den수 다나 제공까지 껴와 직den수 그 균진 인 제공까지 아니 탕바타신 남자 균진 딱롱까지 상살 쭌르 자기 균진 아니 살바까지 라서바 데니 단다 링레 로마 아니 짱바자레니 균이 만루바까지 라서바 데니 데니 까지 다 체시 중계 데니 지당 데니 테스카카가 데니 예사레 所以说是我们就是噶举派有很多的大成就者或者是大师，有很多的就像天空中的繁星一样，非常非常多的。那尤其是这里面有很多出圣的，里面的最出圣的是什么呢？直空噶举，那就是有直空噶举，还有当东噶举，还有什么呢？那插巴噶举有这样的三种特别的。那这里面就是有四大八小传承就有者，直空插巴就是有句。 竹巴等就是这时候就是有特别的强调有三种派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噶举派的不同的教派有这样不同的分支的。이 제장 아니 딘족이양 대가 빠가 마인바 딘족이 틸레양 남가당 야바든 이게 틸레 종화레스 所以他们也不是一般的或者是一般的传承的。 那他们的佛性事业就像如同我们的天空一样，天空般的事业是非常广大的，非常无边无尽的。所以说是这些都是一种清净的。 딘조양데니 나랑도 가주베기다 따와 세나얀다 가리세나얀다 아니 가주베기다 따와 차게 첨보세나얀다 도제택베기더니 인다 상아 사모 아니 나랑도 도제택베기 아니 조림세나얀다 차게 첨보세나얀다 딘데기 아니 타툭이 레보암 타툭 가르스나 아니 녀람 차게 첨보 똑방 운도 요르네 아니 도제시안라더니 딘데기 도제시안라더니 네 맹아 도스 땡겨레 땡베기 땡겨레 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传承者，或者是传承下来的那些大成就者，或者是大师傅，他们也并不是一般。 我们就是像反复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就是领悟到真正的证悟，也可以说是我们噶举派所强调的就是证悟大属因的部分，也可以说是这是我们就是从显教的部分说，那从密教的部分来说是他们已经证悟了圆满次第，我们就说是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两种嘛，就是真正的证悟到圆满次第这个部分。 那不只是他们真正的了悟或者真正的证悟这些，他们就是为了度众生而所传承下去。 내가 땀도 많이 많이 자기야 첨부기 구숨 못해 생긴다고 자기야 착쟁 안된 생긴다고 로뇽 생긴다고 근데기 권에 담가 semjen시라 도스시네 벨기요레 벨네 아니 semjen 도스시네 semjen시 도스시네 所以他们就是为了度众生，或者是为了
度化这些众生的时候，他们就是用很多的方式去度，或者是用很多的方式，不同的方式去开始开导，或者是指引众生。那比如说是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指引度是众生呢？比如说是三生五聚，或者是以为有这样的不同的大手印的苦觉或者是苦常来度化众生的。对，这当给대나라야 대와나라야 차기야 첨부 꾸숨 모드 세계도 아니 지당 꾸숨 모드 생엔디 아니 지당 라메기 도스는 문에 담가 문에게 냠len 난게 문에게 냠len 쟁엔데들라마도 난게 엄마라 이나양 즉 나랑도 드링 즉 롭종기 손다고 마도 덴디기 담가 덴디기 나야기 뉴바당 덴디기 담가 덴디 나야기 뽑아야 나랑 요마레 디인자 나랑도 드링 도스네 저도 다워당 나랑도 도스네 드링 롭종 다워기 손에 하 기랑도 하 거야 개침보래 아니 개시 덴디기 담가 문에 소소 셈라 펜사레 소소 펜 셈라 페바도 쌈나니 문에 뭐랑도 문에 디지니기 뺨네 나랑도 청구를 못해 요래 아니 청구를 못해 공도 꿈도니 쇼 청구를 못해 꿈도니 콩라야 도스네 지 아니 내가 너신 자원 karma 봐 되니 된대기 라마 소소기다 라마 수 더버여나 된돌아야 슈나 야고요레스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大手印的苦床或者是苦觉的部分，有大手印的那个三生或者是五句或者是一维的，有很多的方式。那这些都是我们该举派的非常精华的非常精熟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深奥的。所以今天我在这边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个名称的，就是了解我们该举派实际上有这样的一种非常殊胜的非常特别的苦觉苦床这个部分。所以我在这边就是解释他们，不是解释，而是就是把他们的名称解释下来。那我自己也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或者是修持的并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从自己的角度来说是没办法讲出这么深奥的。那如果大家真的想修持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是我们的根本上师平间参顾仁波切，或者是中给的大宝法王，或者是还有很多的大成就者或者大师，可以寻找他们，在他们的前方，我们领受他的苦觉苦床之后，我们可以花时间，我们可以修持的。꾸숨 세나 꾸숨데 가릴라 귤니 차게 첨부 제기요레 세나 아니 자 룽 피글레숨 데 꾸숨나 귤기요레스 그냥 하고야 찍고 있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说是大手印三身的这个部分。那三身我们刚刚所说的报身、化身、法身不是这个啊，那个大手印里面的三身就是我们的身上有的七脉明点这个三个部分，所以我们透过这个三个部分而修持大手印的一种方式。所以今天我讲的就是有一种方式而已，没有解释它的那个里面的精华或者金属的部分，就是名称，也就是说是介绍一下就是这样这个部分。되네 가라라서나 네 되네 꿀라야 유르니 아니 짜데 쳐구레스 맞다 짜데 뚫꿀라야 문진 체결레스。所以我们身体内有什么呢？其脉明点嘛，脉的本身或者是脉，它变成什么呢？它变成就是化身。룽디 가릴라 귤기요레스는 룽굴라야 귤기요레스。那我们身体内有的气，它可以变化成报身。아니 틱레디 가릴라 귤기요레스나 쳐굴라야 문도 귤기요레스。那我们的明点。七脉明点嘛，明点它就是可以化成法身，也有这样的一种非常特殊的修持方式。所以我们通常都说是本心本质是空性的，是法身，有这样的一种说法。랑신 똥바 룽고 세교레스 랑신 살왕本心是清净的，就是说是那个报身。애니 칠레 균기 체발 칠레 균미 체발라 애니 주구스 도스 문든 체결레스。那第三个就是化身嘛，那化身是什么呢？就是说是
佛性事业，为了那个不断佛性事业，就是叫做化身。 Any detail, any chakyang ande singendo, chakjeng ande singendo, tene ta yores kasana changju sem komya, tene ranglil ha bu komya la sokwa, any chok saya la sokwa, any duksene mulam javya la sokwa, tene ki any chakyang ande singaya, tene yores.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就是大手印三声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具有5种大手印的一种修持方法。那个修持方法的过程当中，它有就是自己想象出那个本宗，之后就是发菩提心或者是累积福德资粮这个部分的。 네, 대가능신 로뇽 생인데네 요레스. 네, 로뇽 두 생인데네 뭔고 두스 요레스. 那还有很多大手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苦穴，有很多不同的。 대가능신 아니 로뇽 생인데다 지 남도 람켈 뇨몽 람켈 나자 람켈 산데 람켈 아니 둥알 람켈 치와 람켈 생인데네 두스. 那第三个就是它有很多方式里面，比如说是一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把那些困难变成道，修道的一种方式。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生病的时候，那个病改变成一种修道一种方法。还有就是遇到不顺的，或者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把那些困难就是变成好的善的部分，有这样的一种改变的方法。那些都是在大手印苦诀或者是那个里面所讲的一些非常特别的一些方式。 덴디기 아니 치줄 만라와 덴디기 탑 나바 투마 덴디라 테네 아니 소스티 타 소소 규반 짐비기 데니 로마남라 차게쳔보 도스 담가 덴데 테네 아니 차게쳔보라 나니 차게쳔보라 덴데제네 나니기 요레스. 所以我们就是说是刚刚所说的嘎就四大八小，或者是有很多的嘎就大成就者或者大师，他们就是度众生的时候有很多刚刚所说的方式，不同的方式去度化众生。 가서다 덴데스 제네 나랑도 당부 아니 솔와 답고 요레스.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部分，把他们就是观想在前方，我们就是向他们祈请或者是祈祷。 내가 너싱 애니 까데 라마 공만남기 카데 제와 공남기 카데 칠레 카데 껴와 내가 너싱 애니 나라야 된데 유르네 애니 가서고 담가 데 라메 꿈도니 담가 슈 애니 담가 슈네 애니 띵인진 고발라 소과 애니 직 대와 장와라 소과 애니 된데 제네 애니 된데스 제게 이 삼백이 된데스 솔데 소와 잡고 그래스 당모가랑도. 所以我们就是向他们祈请祈祷的时候，我们的心或者是我们怎样去祈请祈祷的呢？就是我们观想，就是过去的噶举派的大成就者，或者是过去的大成就者大师傅所做的那些佛行试验，或者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所做的就是相同的如法的，有这样去发愿之后，接下来我所要修持佛法的。 那肯定会有时候可能会遇到困难，那时候祈请的时候能够消除这些障碍，有这样的心，这样的发愿，就是从我们的心这样去发愿。 내가 나신 게 아니 공도 다 다긴 거가 나신 아니 덴데서 소와 잡네 아니 가서 라마 규베기 라마 덴두기 간데 두스제네 가서 차게 첨벌 운도 규르바 간데 제대로 소와 따바 신도 차게 첨벌 추기 운도 아니 텐딩이라 토구요래 공도라 토반 的功德或者是他的